香港旅遊王。我俾啲掌聲，鄭嘉琪。走出你的門檻，走出你的未來，帶香港旅遊王。水平，請大家細心欣賞嶺南中學步操管樂團嘅表演。嗰個名稱唔係亂講㗎，真嘅係啊！我細嘢就問佢哋啱唔啱先啦。好獨立喎！哇！佢哋真係好有笑容啊！長期都 keep 住咧，好有笑容㗎，佢哋好靚。走出你的門檻，走出你的未來，帶